运动是每一个人一定拢爱去运动。啊，你加运动咧，身体你会较勇，较免惊病院，这是上重要。一寡像棒球、骹球啦，一寡迄个全民运动的吼，一寡迄个韵律舞啊，啥物种种，咱拢有当个推展落去的。啊，每一工咱若运动几分钟啊，20分，身体绝对一定会勇。民众只要下载 APP 进行会员注册，并完成登录后，进入指定场馆运动前及离场前扫描该场馆的 QR Code， 运动达30分钟就能获得点数。集点可分为每日点数、每周点数与体育赛事点数3种方式。于指定场馆运动达30分钟，即可获得该运动场馆对应点数。1周运动30分钟达3天以上，即可获赠1点。给予台南市相关的体育赛事，像是马拉松、龙舟赛等等，都会给予不同的对应点数。每20点就有1次抽奖的机会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其实这个运动健康护照主要是希望说提倡运动的风气。那过去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运动的好处，不用我再多说，只是大家心动却没有行动。那为了让大家能够走出第一步开始行动，我们特别推出运动健康护照。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奖品项目非常非常精彩。那主要有运动习惯的人，你只要这个下载这个 app， 这样你平常运动再加强，那就有机会抽中大奖。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更要借着这个运动健康护照的平台，养成运动的好习惯。这个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非常好的活动那欢迎大家一起来。那同时呢，我们也会跟各大运动中心全民运动馆来合作，那陆续推出一些健康的教学或者运动的教学活动，让很多教练或这个运动高手来教你这个运动。那所以说，不管是做重训，不管是做球赛，不管是做种种项目的运动活动，这个心动就要行动，而且动了以后健康就会更好。那欢迎大家来下载运动健康护照，一起来运动哦。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10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母亲节将要来到，市长黄伟哲今仔日特别早到，代表热情喜气的会贺，送予前往市政中心下岗的民众以及市府的同仁，嘛祝福全市的妈妈母亲节快乐。火贺火贺，谢谢火贺火贺，谢谢美女，谢谢。送给妈妈火贺哦。台南市长黄伟哲摕到买花盒，亲自送予市府同仁。一年一度的母亲节特别来到，市长今仔日以行动支持台南在地农民种的花以外，嘛向所有的妈妈讲一声母亲节快乐。火贺火贺，送给母亲节最快乐，健康爱和贺，家庭爱和贺，事业嘛爱和贺，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吉祥祝福语。市长黄伟哲表示，过去大家拢是送真阳花，要过台南是买花盒的故乡，送买花盒更有意义，因为买花盒台语话音是火贺。火贺最大的生产基地在台南，所以我们台南都不知道，结果说这个知名度一定要打开。那所以说，正好它的那个谐音很漂亮，很吉祥，所以说就是推动。黄伟哲强调，台南是台湾买花盒外销的重要产地，其中各一6甲大约20公顷上大。买花盒花语有热情关怀意思，希望大家健康平安拢好好。台南新闻出发采访报道。立委林俊宪甲议员蔡丽清、市府社会局长卢宇聪结合民间的单位，做伙去访视火车站边仔地下道的家友，同时赠送来自各界关怀物资，长期免费提供家友餐点的医业感叹口，甲志工也出席参加，共同关怀弱势朋友。立法委员林俊宪、议员蔡丽清8日下晡伫北门路2段举办家友关怀活动，希望会当号召到更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一同关怀弱势角落。每一年都做了很多的相关的慈善活动，尤其有很多我们平常不会注意到的一个角落。谢谢今天我们立基议员
帮我们想好的啊，那今天把我们大家的所有的爱心都串联在一起。而且外后朋友，那他们有一群年轻的志工哦，流浪比亚，每个星期3晚上，他们就是自己准备便当跟饮料来发送给街友了哈。议员蔡立青表示，伊会跟碳口的头家黄仁威，自3档外前开始号召周遭亲朋好友共同关怀绿色街友。每礼拜3拢会来到北门地下道发送便当，多年来持续不断，使人感动。所以这次的活动特别嘛邀请到社会局共同参与，结合公司部门的力量，和街友照顾的工作会让更加升级。立青议员跟我们的区县立委呢，很难得的把呢我们本来不太认识的，今天全部串联在一起。社会资源就是这样子啦，有时候我觉得单靠我们政府力量还真的蛮有限。今天非常感谢呢，今天串联起来呢，一起来协助我们要被协助的人，那也希望说以后能够多多办这一种的资源连结整合的活动，让我们更多的族群呢可以受益当初为什么想讲想发起这个活动？就看这个公啊，咱就捌看过，咱这个游民安尼足辛苦的，拢也无所在通去住，咱就分一个便当，饮料安尼互因食，嘛是并且对这个社会较有一种温暖安尼啦。这次活动除了有立委民代、政府部门、爱心人士参与，立爱文教关怀协会理事长黄荣礼也来到现场发送生活礼券，并希望未来会当甲爱心企业结合，辅导街友一技之长，协助因找到头路，互因会当尽早回归社会。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南大学国文系语文应用组113期毕业展以百年难遇做主题，融合了府城的特色，包含庙宇、火车站、老街、海岸、学校、文学馆等等。而且在策展的过程当中，为了要呈现出庙宇的特色，佮特别强请一群妈祖前来驻展。台南大学国文系伫夜照岛文学馆举办毕业展，以城人作为展览主题发想，结合府城特色，透过城市内生活中的无同丢叶，呈现4档内所学的成果。把我们的文本跟展区做结合，那每一区都有一个主题，就是像家跟信仰啊等等之类的主题。那我们把我们的文本融合在展区里面，这样大家可以有比较沉浸式的体验，就是不用一直关注文本。老街康熙公岛是大家对安平的印象。展览透过歌诗、散文、小说等文体，除了让观众沉水式的体验，嘛展示属于家己的青春年华。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看星星。然后渔光岛其实是来到台南之后，我还蛮惊艳的地方，因为就是台北是因为光害很严重，我看不到星星。然后来到台南之后，就渔光岛就整片都是星空，然后就很喜欢躺在沙滩上面看星星。把家己的大学生活回忆，透过文学创作分享出去，相当有意义。当中为着呈现庙宇场景，嘛特别请来一座妈祖来现场，甚至还佫跋杯兼签诗，看得出学生的用心。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为了让高雄都会台观众有无同款的视觉体验，中嘉集团今年特别推出有线电视系统当中第一位 AI 的主持人小佳。伊除了担任节目的主持人以外，也亲入社区推广媒体素养，后续嘛会扮演无同款的角色，提供大家更加精彩丰富的资讯内容。AI 时代来临，宽频及有线电视龙头中嘉集团也与时俱进，在今年推出全台有线电视系统中首位 AI 主持人小佳，首要的任务便是担纲高雄都会台的新闻主播和节目主持人，期待能为频道带入全新焦点。中嘉集团致力提供用户专业优质的服务，也3度获得国际权威测速 Speed Test 下载网速 No.1， 深受消费者的肯定。秉持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在高雄都会台的频道经营上也希望与时俱进，所以特别推出全台有线电视首位 AI 主持人小佳。从今年1月开始，观众就可以看到小佳在我们的自制节目《大港好玩志》中，以行家的视角带入，尝美食、寻秘境，
为观众打造出行动旅游书。播出之后获得不错的反馈，因此4月卸下练习生的身份，正式出道，加入高雄都会台主持群，为频道带入全新的焦点。近期小佳除了在高雄都会台的频道和官方社群亮相之外，也代言地方活动，并且深入社区推广媒体识读，透过不同的角色扮演，出现在全台民众的视野当中，持续带来最在地的议题、最有趣的活动资讯和最新的生活须知，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服务。中嘉为了善尽媒体职责，长期投入媒体识读教育的推广，所以小佳除了担纲高雄都会台的节目主持人之外，也走出电视框，深入社区扮演媒体识读大使，并且结合中嘉新闻网全新开发的线上游戏，你搞懂了没？期待用户有更有趣、更新鲜的方式，让民众眼睛一亮，在快乐中学习。另外，目前还有一档你搞懂了没的媒体识读节目正在筹划当中。你搞懂了没？节目目前正由团队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预计今年暑假会在高雄都会台的频道中播出，将由小佳担纲主持，引导观众学习辨别假新闻的方法和技巧，一起提升全民的媒体识读力。未来小佳还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请观众持续锁定高雄都会台。记者综合报道。大同中营酒店甲大盐公司合作，用天然的盐曲搭配巧克力，开发出玫瑰盐曲甲松露盐曲这两款新口味的巧克力，互母亲节给了送礼选择。台糖长荣酒店2022年推出惊奇创意的异想魔炫巧克力礼盒，食材严选在地农产品，包含豆腐乳、黑蒜头、乌梅等，跳脱传统巧克力的印象，获得许多消费者的喜爱与回购。台南台糖长荣酒店这次更首度与台盐公司合作，创新研发盐曲口味的巧克力，甜甜咸咸的滋味，让人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带一点点咸味，然后来把那个甜味稍微把它取代掉一点点。对，所以它的我运用那个咸味，会让你的那个甜度降低。我们这次是首次跟台盐合作。那台盐呢，目前推出的这个盐曲产品呢，是最热门的。那盐曲在日本以前古代呢就已经有了，而且盐曲呢就跟日本的味噌一样，其实对人体是很有帮助的，对人体是有益的。那我们推出了这个巧克力呢，主要我们希望说女孩子最喜欢的巧克力，吃起来健康养生又没有负担。尤其现在社会我们都在走 ESG， 我们希望我们推出的产品是符合健康养生的。这一块我们希望说，我们推出的巧克力用松露带出了它的质感，用玫瑰带出了它的芬芳。希望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使用了这个我们新的盐曲巧克力，可以吃得养生健康又没有负担。异想魔炫巧克力礼盒甜咸巧礼，甜咸完美融合的回甘滋味，让不少饕客美食家惊艳不已。相信一定能在这波母亲节冲出不少的订单。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为了推广反毒品教育甲正当休闲的运动，新北市爱心赛主会特别伫树南火车站的后站广场举办青少年反毒标舞教舞的活动，总共有21支高中小队伍报名参加，吸引真侪民众围观欣赏。舞台上，每组小朋友们都与队友展现非凡默契，大秀精湛舞技，希望能拿下冠军奖杯。新北市爱心狮子会27号下午在树林火车站后站广场举办青少年反毒标舞尬舞活动，一共有21支来自土树山阴地区的国中小队伍报名参加，现场热闹滚滚。新北市爱心狮子会会长简云珠也感谢所有的参赛者以及协办的中嘉关林嘉禾和所有相关单位的支持，希望透过舞蹈比赛推广反毒教育和正当休闲运动。我们有国小组以及我们国中组，那国小组我们本来预计有10队，报名的非常的热烈，所以我们现在有12队，然后国中组有9队。那我们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有分第1名到第3名，我们有奖金跟奖杯。然后呢，第1名到第1名的奖金是我们8000块。那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从早就开始
非常的认真的在练习。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次的表演能够让小朋友能够提倡正当的休闲活动，让他们能够提升自己的自信心，然后能够团队合作。当天现场舞台上，选手们不只是展现平时苦练的精湛武艺，也纷纷以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反毒主题。有的队伍开场以简短的默剧来表现拒绝毒品，有的队伍则以手举牌和可爱活泼的口号来宣导反毒的决心，也有的队伍运用道具把反毒印象和精神融入在编舞中，各有特色且精彩的表演，不只吸引台下3位街舞专业评审的目光，也吸引许多民众路过围观。选手们也分享比赛心得。1年左右，就有时候转圈的时候可能会跌倒之类的。那眼睛会不会影响到你们啊？不会，这是我们的特色。你觉得你们刚才表现怎么样？还可以，还不错，只要有奖金就好。这是我们对第一名，拿第一名。对，就是3年级的时候就有在小小的练。蛮好的，我很开心，很好。有透过练舞跟大家变熟吗？有。好，那有没有信心你们可以拿到第几名？自在前4能拿到奖金就不错了。新北市爱心狮子会表示，这是第1次举办反毒标舞大赛，意外收获踊跃报名和关注目光，也炒热火车站周围商圈气氛，期盼能透过活动鼓励青少年以舞蹈而非毒品来挑战青春极限。记者刘玉婷新北报道。精神美社会福利基金会服务心智障碍者25天，特别伫中原文创园区举办“请拥抱我的不完美”公益特展，而且由艺人王彤领军的霸气乐团也带来开场的表演，大力相挺，希望将爱心甲温暖传送给更较侪人。3、2、1。专责照顾憨儿的真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今年迈入第25年，特别在中原文创园区4号仓库举办“请拥抱我的不完美”公益特展，回顾服务历程之外，更分享照顾以及与心智障碍者的相处之道，希望透过展览让大家知道憨儿跟想象中的不一样。这个特展呢，就是我们介绍我们基金会一路以来，从民国86年开始，然后一直到今天一路的发展过程。那从一开始只有收容40几位的喜憨儿，到现在将近200位的喜憨儿。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展，主要就是在展我们这一路走来的过程。25年来，真善美社会福利基金会一路都在桃园，然后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条路，然后我们帮助身心障碍者，那我们走到了25年，然后我们希望在这一个里程碑呢，跟大家讲说，未来的25年呢，继续陪伴着我们，那我们会继续走下去。开幕仪式也特别邀请由知名艺人王彤领军的霸气乐团带来开场表演。王彤表示，乐团的成立初衷就是想要用音乐做爱心，这也不是乐团第一次来力挺真善美基金会，希望把爱心跟温暖传递给更多人。应该说，我们创团的宗旨就是希望把用音乐来做爱心，然后把更多的资源串起来，然后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就是我觉得这是使命吧，就是我觉得人活着不能只是单单的糊口，而是可以就是我觉得人本身就有那个爱心吧，应该把这个爱给传递更多给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跟价值。去年正式加入乐团的主唱于浩威表示，虽然是第一次参加真善美的活动，但是感觉很好，可以用自己喜欢的音乐让更多人关注需要帮助或关怀的人事物，非常有意义。怎么样？有时候会走不出去，然后会觉得很难受或怎么样，但其实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人事物都是比我们还更需要被关心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往往我们好像衣食无缺，已经很幸福了。我觉得其实如果有能力，有一些影响力，我们可以借由我们最喜欢的音乐，然后让
更多需要被关注到的事情，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真善美执行董事胡传安表示，真善美基金会走过25年，希望能陪伴憨儿们下一个25年，陪伴他们到老，呼吁大家能够支持他们的憨乐生活村计划。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从那种憨儿的就业，然后一直做到老憨儿的照护。可是我们现在发现有很多的这些喜憨儿，他们如果需要插管，或是未来有一些需要疾病上面的一个需求的时候，他们会没有地方可以去。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基金会想说要陪伴他们走人生的最后一段路。我们募款会打算在新屋，我们现在有一个2000坪的园区，要打造一个憨乐生活村。那这个生活村呢，就是有养护也有照顾的功能。请拥抱我的不完美公益特展，从即日起到4月28号，在中原文创园区4号仓库登场，由憨儿担任导览小帮手。除了静态展、义卖小摊位，民众也可以现场跟着憨儿学习怎么折手工玫瑰花，以及趣味夹豆子互动体验。观展答题还送小礼物，邀请大家一起来认识憨儿。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可能真侪人阁唔知影，家人有一个会当休闲运动，阁会当赏花好所在。伊的位置就伫中正公园，即马就对着记者做伙来去看卖。画面中这个地方是中正公园的国民广场，也就是228纪念碑对面。在市府都发处的规划下，变成可以运动兼赏花的秘境。各式花卉增添许多缤纷的色彩，让到此运动的民众都说很棒。市政府即马种这花吼。互大家安尼来欣赏感觉安怎啊？我唔知，真好啊，变我真好。这市政府来有可以赏花，还不错，还不错。对。你刚刚是今天带小朋友来这边运动吗？对。你们这边常来吗？以前还蛮常来的啊，之前我们没有住在这边。OK。那您觉得这边种了花跟以前好像是空地这样，感觉差别在哪里？现在变蛮漂亮的啊，以前都是一个草地，就草地这样而已。对。家蛮好运动，我看是这样运动的。家人对家是上好。怎讲？空气上好啊。对。空气就好。家拢无人去种啥。车行会甲这顶头拢也无污染到。市府都发处根据地形地貌进行花海的布置，让基隆又多了一处打卡景点，也希望串联起中正公园和基隆塔跟新儿防空洞等观光景点，让游客能在基隆停留更多的时间。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1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